小少爷，请。母亲，谁报你回来了？母亲，你弟弟我的婚礼不行了。母亲需要难过，这里有米。已经有2个多月没有见着米了。母亲，你去讨米，我来收货，今日可以包菜一顿。慢，儿啊，这米是哪里来的？母亲，这米到底是哪里来的？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今日其他苦去。
去小来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小少爷，小少爷，吕老爷要你写一张卖身契，让我自己来写吧。哦，不过要按照你母亲的口气写。只怪为家令谋生，恨将到劫取本应父孙应。顾梦英叫天天不应，安睡到家里地不哪里。吕老爷的名下。
吕老爷的马车已在外面等居了，快走吧。母亲，银子虽好，倘若丢失，就再也没有第二个安身保了。母孩儿，奉这为娘初当于你，你还痛不痛？母亲，孩儿不同，不同。母亲，孩儿拜别了。谁报？谁报？谁报？王爷，水宝儿怎么还没回来？谁报？我问你，水宝儿在哪里呀？水宝儿在这里，哪来的文女？这是水宝儿的卖身契。你说什么？水宝儿他为了与你宽命，来接了扬州淄博上吕伯分了啊！呀，分了，分了，分了！一听水宝卖了身，母鸡团团长死了心。我已是残灯一盏欲将尽，为民是将我开去，往事你还不用我作为最好的母亲，母亲。哎呀，不好！我希望你有绝药使用，要他匆匆这个儿，岂不要他的命？不对，我要这位延禧王爷，延禧，延禧。一路
放下棉花思父亲，不离花毛风信安堂金。把身自身，多谢大嫂好心肠。听话你，大嫂不是本地人，家子瓦恩人，引我到此地，心儿不归程。明儿出去，是乃是生人，你临餐将情，就有余。剩下家儿你买不买？自必是江水倒流十溪深。请问大嫂，此地何处？扬州城外王家城，当听一个人，真姓他名，姓吕名冠城。啊，他是太原人，昨天刚来我家，今天已经动身走了。听他言，是来接的，我很少他爱来还只要逢迎外与客气，天涯海角。
出门把他扫得这请奉献不虔诚，他先再做天加一。妾早已进了本堂门，几次张望多了可。等他养下小在中，你我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嘿嘿嘿嘿，我的好嫂子不要紧，早晚叫他接你我。到那个时候呀，王家的家财都是你的啦！哈哈哈哈！连我哥哥的小婆娘都变成了我的好娘子了啊！哈哈哈哈！来，把这桥板拆掉，让他跳下红石木对阵。买，把脚板拆掉，他会睁着眼睛往后里跳啊！怎么样？不能拆，只能移。让他不止一时，扑通一声掉下哦！哎呦！枪儿落地，狂一声，同一去死离身，与万大地呀，就你叫儿他你。啊，求你轻轻催，许上他报偿人间去少内随父高兵，婴儿怎能起草根？为娘谁与这两人，恰不能同他爱好分，求一姐妹
要先休息一会，放在儿的身边。大步如今是一步，腰部手指秀伶伶，上仙儿步安分了，下仙儿目顾风影，只因生儿无法领，把头暖来被王神，张家抱去张家子，离家领去离家根。我儿天生是老子，取名是叫安乐金。大夫人，此地婴儿地可，去婴儿地可，王贵可惜。哦，大夫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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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暖的。
不是他，请不是他。梅世子有何见教？基于新科长元律，天命大圣奉旨为专坛院，要公路父母长生培慧，与安堂复出无自信，民生866内皇他其实吕大圣要亲临安堂，请示他实属安排。是，这真是菩萨有灵，天开眼。下安堂从此要向着王神，天光才落。于老师他施主最好。
施主深夜敲门，有何急事啊？请举师傅应个方便，落难之人全皆一扫。哎呀，施主啊，此乃暗堂。暗堂？哎呀！快快随随领堂，迎接张员公到来。是。东安
神灵在上，下官安。下官刘天地，离别丧亲难报养育之恩。下官生身之父安分了，安分了，生身之母孤凤仪，孤凤仪，分了父啊！母亲，还是买给女本子大人的儿媳包啊！你是谁包？母亲，谁包？母亲。儿郎，这是2枚生银，你快拿去做生吧。母亲这马生因是儿在破庙交接你，娘今日鸳鸯玩到儿身边，这辆马生进退了是因这辆马生因我娘真实你10年看苦路漫漫，娘啊娘，你儿时刻在心间，娘亲多少次儿在梦中问娘唤，心内是这卷长话落叶飞，关万别下字母句，所以是公民上去难读3句的。春天爬见花谢叶，月圆更盼神端圆，盼端圆思相依，发奋共同才登仙，菩萨善功这辈子，万岁句定可圆，我一人开身到家园，四层八层如云叠，瓦案找不到你亲如我，一生了空心世界，10年来我恐怕为是悼念，见证赢得天可怜，破庙分碎。今晨是
亲，才是来是亲，母亲。儿郎心不切不悔不足不语，深恩重见。请哥哥前下上队长，我困在暗里心不安，因此我花钱买砒霜。哎呦，买血丹，他吃下去，这一声水一滩，爱一番。吕小家财我千千万，一切与我来人对，哼，好大胆子！看你真是个老痴蛋，这个不是闹着玩，现在让我拿去盘。这正是一张山摇列外去，定叫那老的上天，小的完蛋，送那大嫂去老根。金龙，恩师，金龙，你既能文又能武，长大了要为国出力呀！多谢恩师教诲。怎么，恩师今日就要走？金龙，你我师生3年，情深义重，在临别之际，你我一同来问谁为师一岁？不知哪一岁？曹操的儿子曹植所指的七步诗。此对算对计，投在府中去。本是同根生，相见后太急。这七步诗你可记得？事实世上之小人为谋己之私利，不念水作之计，可恶可憎也。那你可用得吗？这用得吗？像我那叔父姨娘狼狈为奸，经常欺凌我丧母育子，欲哭欲闹，亦有气死我那年迈老父。想到这相见情景，后期却气也。是啊，旁人之心不可无呀。有甚机智了？金龙，这七步诗须卷着为师的临别呈言啊。杜蒙恩师教诲。金龙言起呀。那年我探员回家过扬州，多谢你不将我留，大小张某尽不随，教诲言起三去，你默默待我听你，这份恩等我记。
一家四三心中有，起风名称开苦轩。我也想兴起房子，把功名去。母亲，先生要走了。先生，这点薄礼，望请笑纳。是，多谢了。但若圣王金龙享受恩赐也成，理当是此。金龙，金龙儿，你我在欢你恩赐与娘相送。恩赐，好。先生，请。哎。谢天谢地，我弟弟半月来连绵不食，不料今日精神一伤，竟喊起饥饿来了。啊，金龙儿啊，姨娘已经做好了寿饼，喏，晚年等等的你拿去。我弟弟要我的母亲亲自为他做。金龙，我和你母亲都是你弟弟的神，难道我小娘做的才不是病吗？我做的他才不能去吗？金龙，快去，快去！换你生气，等那老畜生上街一等，小畜生耳面金根，到阴间去做父子吧。弟弟，弟弟。弟弟，你死得好惨呐！弟弟他切空了血，把命那姓我的私奔。小嫂，你虚有无言。哎呀，亲夫啊，弄死的好惨呐！啊！我姑死了，冤枉，冤枉！我不公报，母亲，先当死你这个小杂种！
弟弟死得好惨啊！女婿官府告状，看来小子性命难保啊！父亲还要去官府为弟弟命冤报仇。儿啊，当今官府野心团长无私枉法，冤难诉。父亲，对吧？父亲，对吧？你晚上快去滨江寻找去母去吧。提成名，为我要等孩儿为父亲，对吧？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！小杂种，公差来了，快点往哪里追？你去，王贵。进屋，快去杀掉了他！
奉旨自考两才行，万岁亲自点长远，但因我为了父子结下死生缘，他恩师连生怪，不怪忙天家，家庭好事传绿荫，一路清风去远。孩儿拜见母亲。罢了，儿郎，不知哪家儿郎得中了状元？母亲，不是哪家儿郎，而是儿郎的父亲啊！哦，是此时来，状元公的年纪不小了。这年纪嘛，与你母亲差不多。哎，这同娘与什么相关？怎可是此言讲？母亲，他是我们同乡人，他还知道父亲的隐疾。哦，那快请他进来。不用请，他会来的。他会来吗？来拜见你这位始祖母啦。我能见他吗？当然能见，你是他的始祖母嘛。状元公到，你看，他不是来了吗？快请他进来。母亲，你要一儿三件事。哦，哪三件？不能哭哭啼啼，令人伤心。的这儿你不能怨他恨他，世人难看。父怨父故，娘怎会怨恨他呢？这三女，这三么要有始祖母的家书。怎么？你怕为娘这儿体痛不正？母亲，你意思不依？哈哈哈！依你，此事有请常员公。恩师在上，去万圣一拜。来，那与我拜之礼。要拜，你去拜我的母亲吧。在上去万圣一拜。了，请坐。哎，始祖母面前哪有肉身的寿位？上元公国府哪有不寿之礼？我想起来了，此番平区小将王金龙立下汗马功劳，万岁要我草拟诏书，嘉奖于他。既算是此万圣高手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母亲还要与你续谈续谈，我去就来，去了。
员公，你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前名爱文良，家住淮安县，可有起身？延期古梦营，可有儿郎？这你条郎可叫安水宝，卖生意有18年了。哦，始祖母难道有个蚂蚁香？你抬起头来见我一面。不可，娘是始祖母，是要把娶上么的。但开无妨。不可。哎。恩师做事恰于天，就像我一人受熬煎。话题立下有言意，趁早出府避寒夜。告辞。慢，张员公，请坐。张员公，你从头仔细地说一遍，你是怎样度过这18年的？始祖母永别，乡野川，深夜北，飞船落过18年，想当初。我去真轮回，我不明几次今相随，再去不顾不中计，我不顾奉献托年财，心气不顾路远，早面扬州到太原，外为接受可是你，我对怀郎予以为，孤儿汉子难实现。他惊动市场难赦免，我不该错把生意当我情。张员公，确实你妻在里面啊！既然是此来谁告辞？你快我是谁呀？不过，我是你妻顾凤英啊！你是凤英，凤英分了。言情。老了，老了。贝尔拜见第一弟。分了，他是谁包呀？弟弟，还是谁包啊？你是谁包？弟弟，谁包？弟弟，黑远拜迎，弟弟，请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啥消息？唉，他姬小阳分公转，王继龙并开公主他官。皇帝老爷下诏书，本是
为朝进去哟！你为他立大路，愿他一举他心作。他如果扬举写一句不怕不退，心里想的顿顿转，哎呀顿转。侬不要钱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哦，侬试试看。
我的心在梦中梦，是我的血在命中世间前生多么在梦，不明心中坎儿的团梦。金龙儿回来了，母亲，金龙亲，脚下有马儿龙，你在洞中转马步，你杀死我金龙儿，生死情梦一梦。三叉水来几
顾一旁。母亲，儿郎，母亲，儿郎，母亲，母亲。他们，儿郎，你快多顾一帮。啊，门怎么开着？哎呀，顾不得了，快进去吧。啊，姐姐呀！嫂嫂，小弟向你请安来啦。小嫂姨娘，我刚歇片刻，随去探母。嫂嫂，你不是在骂人吧？像你这样大富大贵的人，还推什么母呢？是啊，姐姐，这是王家的钥匙，你快拿着吧。嫂嫂，这是王家的账簿，你快随着吧。你们这是何意呀？哎呀，姐姐，多怪小妹无知，是你姐姐受了委屈，事情莫怪原子。是啊，这个家只有你才能当人。是啊，嫂嫂，小弟备下句言，请你上个脸吧。这时候是的，我要去探母。哎，探不得母，探不得母。我已经探了整整5年母，事情为何探不得？实话告诉侬吧，蔡金龙凭口供已经做了他官了。是啊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姐姐生个儿子，是算是做大官的。嫂嫂，才回来请你多多美言几句，贵人对对手，小声句过去嘛。是啊，也倒是大能用小嘛。别人给提呀，君子不惧小人过。这下我你好长顺呐。你不得已，我们去长跪不起。你们多谢苏姨娘这般好心对待我的母亲。你是呀？才儿黄金龙，黄金龙。你不是说已经做官了吗？苏取消了。才儿本想边疆而去，谁知为女屈服，反本府内，只能乞讨为家。我什么龙养龙，凤养凤，老次养过儿子，怎么相同？不错，一位到家具破门而入，飞刀击枪。小嫂姨娘，请你们高抬贵水，我与金龙离开这里。慢去，你去我探母去，不去，你给我进去！去！当真要去，当真要去，姑所要去，姑所要去，来呀！去我拿下！母亲，大夫人。大
把细雨，请来了平口王将军，他身居落子有养，你是同胞关属情，为子母死而病，为谁把全当万怀疑，谁把做事丧事情，一为千军比我轻。须知道武将哥哥多立心，更何况他为王家立功勋，杀死西龙封疆城，王法迢迢不用情。母亲不必独行军，王法不讲不在身，只是孩儿爱马的家山上与我去，杀死一娘军神，家团圆好事情，我是眼里两个人，你与他私生从容叙句王将军到，有情。王将军，雷大神青龙延期是，请是陪下谁居，一来为将军请功，二来嘛徐徐举起，圣兄操劳了，请。来是一将军走，老娘三千陈朝心，请何方先父孙将军，扬州城外望家城，归乡苦雨话说玉帝武长街花草红里采水神，寻花经纬本归根，虚度年华成旧尘。请下不说18年，老弟一生19成，3岁人家自插金手，一呀恨看不清。我家进去叫他谁？哎呀，少许有两，少许有两。花风山前细细情，老脸老子呀哼，儿啊，你想啥为娘了？
此话从我说起呀！哎呀，叶七，我夫人12人里疯疯癫癫，还望叶七多多原谅。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人啊！他死儿的下风点错把金龙当亲生，我本当与他来争人，欲怕伤害与平生。尚能赐他死而病，到博士神山太子做神情。我这里假意将他生，母亲。老夫人与你，难道恩师雷大圣有封面皮不成？此话从何说起？实在我是假医生，还为封面老夫人，天他莫是母亲那有假意曾上情，才望两家不同心，既非亲人也非侣，安家生来皇家园，与与真与若因娘是娘要你天下与定定是神，分明不风有主意，错把花人传个人，莫让花儿牵插队，怎能花言自己？金龙本是李世生，堂堂正正皇家根。娇儿为家去开门，可知其中有隐情。看他胆粗很清醒，分明上于蒙天神。上官历代忘了本，真假不分找出根。金龙没有你看得清，将不动心长远当无情。奴妇便是你的父，你不曾亲生计量，枉为人。是吧？可恼，可恼！昔说金龙与空生，
老爷，夫人你呀！哎呀，夫人。
平生天骄四所，谢万岁。哪一位夫人当先走来？万岁用兵。想当年，自古途中的路飞，我负得平难同生。扶手指把血苏醒，妻儿错碰，让他去重生，越怕是日后难相生，谁儿手腕上咬牙痕。母子离别18年，金龙正好19春，生寿落子与呀恨，子子节节不差半毫分。万岁呀，为政府做子大子人间朝为大生。
万岁不讲理，兵锋举上对挂人。弟弟，还是中庸之道能立身，万岁！李人在王家这三层，是领粮是情深，我也无力无度告不去。臣妾万岁！微臣有见团许者，竞争是学便分明，啥是国手学相聚，非亲生且学两边分。皇上免本和君奏。我的母亲献词，我的母亲献词。娘啊娘，为儿何才这一生？我此选金龙必得金，杀此选金龙人要做别人。小小情真难追随，千真难真。那全是造
岁开龙恩，母亲在安福生，他为我儿报生，他为我才千金。万岁呀，我是家来，他是真大神大你是不丰盈。王夫人，起来慢慢的讲。谢万岁，这学书随我18年，年年月天我心，常在相龙他身道。方才莫忘他身心，我老年不知谁状况，母亲，他母子分离，更伤心。但愿儿家团圆心门，我所相聚落天门。早被母泪伤心，弟兄同梦同相亲。龙年面前须负在分，愿得归还去，此生。王夫人，一旁坐下，我王事与道理。王爱卿，臣在上先生过生生之母，臣自知。19年一梦尽放心，万岁命